你想喺珠海買樓，又想話要低首期嘅，想話拎包即入住精裝現房，有冇推薦啊？有啊！嗱，喺珠海常涌嘅位置咧，就有一個盤啦，絕對啱你。隔籬咧就係三號會員店啦，唔係嘢上車買珠海香洲區新樓盤，全新樓盤嚟㗎。你睇下呢個6米寬嘅大橫廳，你中唔中意啊？精裝現房，即買就即收樓啦。好似你睇到嘅窗簾啊、空調啊、冰箱啊、冷氣呢啲嘢咧，全部都係國牌一線交標嚟㗎。咁呢啲咧都唔使你擔心，全部幫你搞掂晒。到時候咧自己拎個行李箱，攞2件衫，直接就可以入住㗎啦。嗱，喺珠海香洲區全新嘅樓盤，唔係嘢上車喎，諗都心喐喐啦。而且交標咧一啲都唔低㗎，呢度嘅裝修交標咧閒閒地都係去到2100平方㗎。而且嗱，佢呢度落樓就係大型商場咯，年底就開始啦。但係咧，你話業內嘅隔離步行過去2個字就係常涌3號會員店喎，地係咪非常之佔優勢啊？自己揸車翻去到人工島咧都係2個字嘅時間。感興趣嘅街坊，私我發詳細資料俾你，我哋下期再見。